黄州投笔，目的要出翻文龙。想不到半上十年，时苦后心18年，随时等待这一天。两家头见面，真是为家一拍即合，商量定当黄州回到自家住的地方。随侬刚才那娘刚起的多罗将军拿一身虚国的人才努力完成。做什么文章实施辰光，预备努力过出来，让罗文龙一面看一面听，可以加深印象。不过各位是难说，今朝压力要想哈，辰光很快，一小一个10点来着，黄州起来一切准备定当，临时动身的辰光，侬搿一叫话，9斤忙进水池锅里向，试一试。那4个叫我们拿周水福帮忙，一黄州头比周水5个人呀。周水5帮我拿还在还帮忙呢。倘若我周水帮忙们都两定要弄不动，伊黄州得脱只水拿回2只水，哦，大概要么天上3只水，搿个也难听了。这种地方议员要注意，咋搿一只水？我叫我看一看哈。勾搭此地地下府，就等来罗文龙来了。文龙刚从舟上得胜归来，大致20名后卫是到此地地下府。那么文龙南当被你对待司法之警不是为高跳，伸出手指立为家，我的早已不斗走吧，后头毫无利弊的话。这等原根好的兄要有3出龙酒计，胯下小不龙骏马，随着2股落人地杠枪，哈哈，马大中有否的是双枪杀为岳家军啊，无疑问怒奉了5万之命，直上跳走，杀得妹妹放风上对而打，好不威风，神啊！小飞儿过来，开日马匹，请殿下下马。追到我了，喊6枪下马，金虎朗朗，正等一飞。可见娘手在剧中枪谋让人啊，娘啊，孩儿进母亲儿啦，米粒受了。是他身体受定，20名后卫上来几个老太太马上文龙背地里。那么文龙还晓得各位是你哪娘呢？晓得个？那么还晓得哪娘会叫你娘个叫？其实文龙出生3月，青山爷娘已经过世，让兵荒马路之中，今日努力大走金榜。这样是你说，谁看各位哪娘努力抚养长大，什么里多个个人啊，亲是母子一般。文龙自从开口，外讲闲话起，都已经叫你娘的，现在对娘面孔上一口嘛，呀，奇怪了。这看见娘2只眼睛羞红，要出过眼里的。啊，娘啊，儿啦，孩儿看你双眼红肿，莫非身子不善？莫，这个，显奴真正哈，看见我眼睛红肿，关心我身体呢哈，我身体是没毛病哦，心里想不大开心，做啥？昨日旁头子黄州晓得娘儿子有机会还回归南让我高兴，想着那个幺娘死得这样丑，我是伤心。想着等下黄州要来实施，非得那个小奴阿不得走了，不服什么我有点担心。不要里向困不着起来，底下一路枪通人作干。布马洛顿将军在天御令，把有那个儿子打出大路调出枪头，还报仇雪恨。这个伢子们眼睛哪点红肿？现在哪里还是衣裳吧？好啦，娘啊，
为娘这几日睡眠不好，大爷马上么枕头困得特地，为夫子日里向茶叶吃得特浓醉，不妨事宜。是。好啦，今日客人出诊呐，刚从州上挑走回来，甚备是哦。哈哈，宋江无能，预备儿杀得大败。娘啊，这为孩儿留基奇功，方才我王在中将一起加强于我，他为一道所能打仗啊，公王不许我儿分了那他听见你隔两声说了，胸口的三个档子一啥称得我分量刚你松着。嘿，仙奴啊，你不晓得，把子那个有高了打自家的亲人来为了让高兴的落来。呀，像娘我光不能听你考我的呀。晓得在，因为娘已经当我讲，说众人一生不见，爸不来，不能防后所为。只要了上面的那碰来两上，不能当尊高。那么随手只要当仗的福就来了。那不能上面的那哇啦哇啦吵，哎呀难听，就因事是牛，不能放出根本。我就想娘，你讲闲话我晓得记了嘿。娘啊，母亲教诲，那个牢记在心，那个能祖上的功，就让父王再背。这弟弟之恩，我没吃难吧？可最长心的功，才能保佑父王，为王娘亲放心心。但是这个，见我为要放心，那是更俺个不放心的才。这个是我按讲些讲过吧。为啥是俺讲为子那个恶人，为子偏得今日这个新人，所以的是俺需要。我想不得讲，那那些那个心里会得当我是俺生的录音，而且你听呀，你对今日这个个人也要生，你对的个人也是还没对些王族来试试啊，跟难度讲你个干脆，所以来他做你觉得来个面头也追着起来这样。为不开心了，根本文龙想娘，我要你考个便当的，马上叫口上儿社会死不来听听，不能听得哈哈大笑，随缘随福。娘啊，今日眼中来了一个美少神，他能是为了父王周文明他死心，倒不如叫他进来，母亲虽然一位，上你小婿姐妹可好那他周有的今在那福建里还也来个呀。不过今家里的事实，不是说不好听，说不难听的。你现在主动提查，再还在富裕。好啦，这位先生身在哪里？文龙要进门，说个口上儿昂来了，休息来了，在外头廊下事业，说他先拿起儿长。只有哈啦啦出来一口毛，这口气厉害了。夫人啊，咱们殿下传你进见来。是，苦人儿怎能明？王祖跟小贩儿上厅堂，心里想意思，太不安。做啥？我家军的神吧，自家的生死。目前派来睡了1个钟头当中。要见分享，所以上厅堂要次次履意，家家大问。一看，中间手下一个深明大义的师娘，旁边八宝小将陆文龙，可样子根本不像啥东家的奶娘，说的是母子的名分。像陆文龙对自家的奶娘要这样尊重了，对这个奶娘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心里稍微哭一哭，强不伤心，咻咻咻。苦人儿及地下7岁，罢了，是几个我家母亲。好了，身体塞住，老太太，王州之相与有礼，先生免礼。是，奶娘带领眼睛看看，今日并里3寸不来时，也打动文龙一点心。王
祖的那样茫茫，我今着身把西卡手掌口，毛须就做是诗人，等的那送我一笔之力。那娘对你点点头，我语声嘛。两家的就不言而喻。结果里王祖哈了，过来身体里的啊，苦人儿是你忙着我想，咻咻咻，老太太地下再肉，哪有王祖的所谓啊？哎，叫你走，你怎不走？哪个与你来认识我身份呐？走不了。是今日如此高温柔，身体受定，对一只对你一忙。世界上的事体来发讲出，现在晓得你虽是落灯的儿子，看看一口一像，受那种嘎子的这面孔的样子，与其两只眼睛中爱气，实在像。别个罗文龙啊，罗文龙的样样像样，不晓得那个心啊样多了两个。倘若你还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，那么呢，今朝我实施可以睡得好个牙膏。你能够是调转枪头，杀伐无能，那我大功告成，对得起对呀，你对亚罗将军手下名目。这一口一想，一口一想的，可对的眼瞪瞪。啊呀，少个龙蛋，眼睛胖几只出来我口，规矩也不懂。哎，苦人儿，开手什么？哎呀，真正我说理，你有高地下，我拿手领身体开不开，盯了怎么样看？这个不规矩啊！龙江子了，王祖，人活龙，只刚来的，脑子咕噜一走，哎，我来了。哟，地下，是王祖府里呀，我有一一告别。好，是你我说。当初两军对人，我也看不清楚。今日一见啊，地下牝马。公事不败哦！我见你两道姐妹，一双金目，必真可以放着两儿。听说明日复分，历史不用，是此阴茎，谁人能解？这是内上缺少的英勇将，不过可以撑着的。哎呀！你讲的好，各种实事身上彻彻等个本领。龙江子了不敢讲，几句我啪一讲，使得听客哈哈大笑，留下来实施容易的多。啊，苦人儿，是你可以实施了吧？殿下，要我实施啊，请殿下先赐我作揖呀。耶，本当说了，为了作揖啊，非要去鼓励，使得总有用上。来，是与他准备了。这先犯人一切在主正汉子，当中一只宝座。背对着看背椅子，拿过来两只手的得得干，说起事来好扎了点。我说苦人儿，是快请坐吧。下官上立起身来，转过宝座，望着看背的一种，身边冒出来一块小小就肉上，忙正台上想。哈，哎，苦人儿，为何你要扑足球的？哦，殿下，这叫醒目。要来用用。怕听者不知我始终之意呀，所以实施之时敲打一下，要轻轻你的头脑啊！儿啦，这个是实际上的规矩呀。你都习惯这样的，对一胖一胖，那么开得出口；不胖谁不得是开不出口的。非得现在胖哦，使得眼睛关子里唯一胖嘞。娘，你哪晓得个叫？我们老男人一直听诗的呀。我女的娘是个难听好了嘿呀！嘿，文龙第一大听诗，说的毕恭毕敬，一本正经样子。殿下，在实施之前啊，我先要是两头小故事啊。此乃容易，开场吧，上次开活龙，风松，可是听上牙夸哇。对不起，哪两头小故事？其一，瓦驴相搏；其二是月鸟归路。何谓瓦驴相搏？瓦驴这是一匹宝马的名字啊。相搏也。殿下，你慢慢的听下去，便能晓得了啊。搿得对，听诗没听个呀。搿才是俺问个市场里个说事情上要犯啥个？
好啊！话语相驳，故事虽出在本着，几十年前啊，辽邦誉为小姨娘娘，她一匹宝马名叫华丽。此马送对之ฝี一让，送百之地是不差。浑身血红，500根上马，真是为伤儿是小卒，良医是明智，行是我精。地是铁炮，心不能进对，后不能插水，是一匹追风盖月的龙驹宝马啊！好马啊！好马！哦，我刚刚说水道理个，不然他一形容了，这匹马实在一人一半，搿种不要讲起，我听听啊欢喜的。那日有一位大元帅叫杨义昭啊。杨元帅晓得此马他十分寂寞。他的手下有位将军名叫孟良。这位孟将军啊，为人倒十分能干，为是三处六国的女儿，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。他乔装改扮，混着辽邦，3天之中，竟就被他盗得此马呀！好啊，本领啊！是我啊，是我，是后什么？把马到了内绕啊，倒是面不而离，七天七夜，滴水不进，草料不热，再于是全。他一生上死，竟是死去的了。此乃何意？这就叫戏马思乡，叫戏马思乡啊！说天是个这个好个么个？导致异国他乡人不吃我杀。娘啊！这戏马亦能思乡么？儿啊！上一的一马比君子，君子岂能防拒呀？好一个君子不忘几句。一马上能思乡，君子不忘几句，生而复本啊！此乃王位人也。王位人也，王位人也，王位人也，王位人也。那他享福了，对儿子口口儿子啊，上上句句在了是你自家呀。可是儿，这云要归来，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我个实在好听。月娘归来，故事出了春秋9国年代，我国灭掉了越国，越国美人范蠡范大夫。放一名美女名叫西施，珍惜不护王神光，西施临日动身，打得几只安狗，倒是他灵药，非得为刚大家为长，不晓得一经武功之后啊，一日都要闷声不响，随便那营里你随时不开口，那么无往关乎。我在安国家浪向里的拉拉头，我在安国忙着老师一跺腰，都是个在安国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凌空而赴，口吐人言，是让越国之鸟，我归奴去矣。哦哟，不容易啊！一点点都个安国是安语之气，要是不开口，开到口，越国之鸟归奴去矣，这句话意思就深刻了嘿。娘啊，想着飞剑，亦许高国之心么？这是讲两件一马，两件一马，两件一马，尚与思想爱国之心。地下一众神啊，这只有瓦富贵，吃饭吃了，不许家恨。然而忘却家国恩，此乃不许出来。娘啊，你让口是么？这个，为衙门我也是了，我乃自家。我来他对回过来对王祖看看，王祖啊，你讲这个2个3个是我晓得讲，让讲出你生死之前，你打里当当的。不过你讲得太深暗在，显奴不能理解。你也讲蛮后，讲得浅一点了，
贴切点了精神点呀。王祖对那样看看，我也想讲得精神点、贴切点。来晓得两毛比听课多少点，我6安句事体一讲，恐怕要花比那样水到千里。不讲不来个，达不到目的个。讲不讲，谁请你帮帮忙，多加呼过去。心目怒气，忙着台子拉响，帮一盘。而今我要一归真主，了没得那样一口帮忙啊！都，三姑娘上当那个打下来，突然之间，好啦，娘啊，为娘这事我不要听了啊！三娘，这个小故事这样好听嘛，真是肯定为了精彩。反讲我听得有味的，那个旁边的小费了好味，谁人过之咬不出去吃，那娘非要听着。哎呀娘啊，为什么你真不要听呀？好啦，为娘听时就心一难，心听方能听出其中的滋味。而且你看呀，这大水拉下都是神神杀杀，既不能心听，就不听了吧。来，是这当然拦下听了。是我与母亲在此听水，不用自语，叔叔未必觉得悠悠也好，不叫你们不准进来。是这，今朝我叫个大会，又不是开个市场，非要都碰上。出去，这出去。三番儿想不落，不来个市场还听，还听我去了呀。不许你听见你嘴，阿刚你不去，可是不够。我这个怎么说？走吧，走。幸亏都是刚一来，那些事情弄出吧，你汪啷哭出来了，我一个人也不够进来。月亮从高那样我要说了，你都还晓得了。可是你想说事情上那起脚死，那起脚死，文龙有口白特的，那种好的。寇正儿，是谁进口讲下去了？哎呀，马上谁讲6安句法，我要慢慢叫我来引进来。殿下，今朝我说句想讲一段内少的故事，可好啊？好吧，我家娘亲她是内少人，她喜听内少的事。娘啊，你倒可是我。哎呀，孩儿啊，你再知为娘的心啊！但不知地下老太太喜欢听坟的还是墓的呀？坟墓几口，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不喜听神老师的。寇正儿，你讲的墓的吧？墓的神老师呀。好，墓的。但不知老太太与地下喜听中的还是喜听基的呀？我平生最恨基神，我最敬的乃是大忠良。寇正儿，你多讲一句忠君报国的故事。好，那么我今天就讲一段忠孝节义的故事。好的，题目头故事不会太白。好啊，快讲啊！我讲的是四郎君出征中原，大宋国土历历人伤，大宋之民失守屡屡，两军对胜啊，这杀得天昏地暗，可称为十月无光，这天地大宋江山不必对，那无疑我是四郎君，他领兵十相龙龙这，哎呦，文龙听你讲的龙句，闻声惊到来了。那么今英里想听两平战讲几个，说吴王今日冲进中原，打得鼎鼎激烈一仗就龙句。根本我问着了，说个激烈不哪激烈法呢？
你都欲意欲之，避而不得。哎，像今朝的讲路乌贼嘛，阿为就是个桩事体啊。哎，搿桩我可透过举证听个明白。哎，家族想翻弄错个地方。啊娘啊！对不起内少与几个龙儿子。内少只有一个龙儿子，一个龙儿子，那么肯定个桩事体。可能啊，我家的王攻打龙儿子，必怎样也？听你们的攻打龙儿子，那喊我王族人轰上那里起来，啪，随之不一推，搿就我到水里向。忙正旁边顶着个顶浪向栽着了，努力过一过，听不见的一只忙正上一指底下，请得开，哦，你个说是的，非但你都会得听，马家为么子口？伊里这里指个方向，忙过去一口嘛，好哟，这可就触目惊心一幅画。上头有一只土堂，土堂当中一位宋将八级斯文的立而不倒。楼上像个老太，有两高挂，留一个年轻女子出日而房。旁边为副少年东倒西望，马老郎毛骨悚然，毛淋淋。这里还有个人，看你身上打扮像个武王金的人，在左背影看不见你的面孔。可能啊，是中间这位立而不倒的宋将，那是后续养人呐。非是旁人，他就是昔日里镇水龙儿军的军将，叫骆登骆子敬。这位骆将军乃是大宋朝的大忠良，因为他走得英勇，死得慷慨，虽然八级日文，豪气让人，故而他立而不倒。他是此的英勇，压到了四郎君的威风。你看啊，郎君也向他躬身下拜了。说好啊，不得了！这种人大忠良，三只夫人金巴人，但是我敬重。哟，可真了！如此的英勇，我将我王上求下位，小王买不备之礼。喏，待文龙也来拜他一拜呀！不应当的。那娘，可见那个张无辜吃了没金夫来着，现在分龙抱了那个巨无来，我那样给他死了这样。将军，分龙与你下跪了。分龙来起来以后，娘了春夜里。哎呀娘啊，为什么你要落泪呀？哎呀儿啦，你可记得他你怎样？王州给你妈妈喂，太惨了呢！现在刚说龙江啊，要紧当家不来个顾客水，他你怎样？让人觉着不能搞他崽子，那么哪能分？他让出来着啊！儿啊，他因为他是石头人，故而为娘伤心。呀！是的，听诗吧，哭出来了，真正意大利都不容易的。哎呀，娘啊，你真是开心落泪，替狗人带什么语呀？他乃是事实。是啊，我们再听下去。是啊，听下去。老太太殿下，这罗将军虽然被金兵包围时，这40具体里，他分驻在人里，他的金甲袍鲜血绿，身中两衣衫，有兵役来举，他贴真是义，真句句是身在真一在，
陈王神一许，好女儿之死也要许。这大好无神，一寸也不能给。但是寡不的忠送故事。破神女，那罗将军他把几十问不对堂堂好气冲对女将军醒不了。哎呀，你再来看啊，上边这位老太太，她是哪一个？罗将军的母亲。哦，她粉饰神婆，经受有2高挂了。这大唐之上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又是谁人？非是旁人，虽是罗将军的夫人。她粉饰神婆，碰死在大唐之上。哎呀，主人秦钟，下人秦怡，家人们也知中谋义，将人口当上死，不做家下人，一个个跟随将军复命能。中立被抓，身非勾律方用气去。这就是仲夏之喜的故事啊！真是可歌可泣，一门忠烈，好一个忠孝之士的歌。没了啊，没了，可着了。方才你讲了将军的忠，夫人的节，下人的喜，对忠孝之喜，却少了这个孝万事了。哦。陛下，你还想到一个笑啊？哎，不如笑为谁？为人在其余不知哟。哎呀，陛下，罗将军一门忠烈，多出一个孝子儿。没道他没有后代吗？将军没有后代，我王祖何必投笔呀？我个事说了不灵的。这老这个儿子当个逼不也打不了？哎，此乃何意？罗将军上谕一门，与你资格，待不君，他身在何处？地下分罗公子已在何处？正是。那么是师法们得知官子流浪，各个官子生死关口。现在我讲出。因为罗文龙3个月受到金榜吃金榜饭长大，受金榜教育，立得今日这个个人非比一般。我现在讲出你，就是罗将军的儿子。你给里向一时要拔不出来，绑跳起来，快报警出呀！眼睛一上要生死分离。那就是王祖投笔诸行，生死两事对峙难后，但所担心。我一时我家军呐，计划得空。魏先生再多，我还要讲，这鸡在衣裳，不得不发，但是难讲。1周年的有了，殿下，扣着儿，你说问罗家公子在于哪里？请殿下开。
刚刚分析口，现在被摊一地是明白嘛，不得看见。那大堂角落的平门的旁边有个女人，透出半身体，面孔上像有惊慌之色，手里边摆一个小人，可小人个面孔上像哭得来都不这个样子。这不的，陆家的师娘，这硬汉，陆家的公子，他为人招来么？一家招来，非与这公子因与那忠心耿耿的师娘，把他举出来去了。好心呀！哎呦，我的小心写得来，幸亏这个老娘哈，他为在神西么？还在生时，几岁了？屈指收来是18岁了。哈，你小王都是同根呐！是，哎，他可是为父母报税呀！哎，事到而今，他覆水非报啊！哎呀，可那就是个非动。难道他没有本领吗？他武艺高强，两棒齐筋之力，双手能舞动，两根上枪，能够两根上枪。哼，不会的。罗文龙想，现在我不晓得能够是两股上枪，是他我没别人的，为一个了。哎，可能吧？啊，记住就是，他为不与父母报税血恩，因为他不追父母的优势呀。因为从前他海底时节对他施以奉用，而今生人长大了，都夫人该是了。啊，殿下，我有一动问，怎样？倘若你殿下是陆家公子，你晓得底细吗？你必怎样啊？你东门特个，谁说我吧？定要与父母报税，与老爱情死难绝命，血恨那哈！我谁等那个绝话？既然你说到这样，我此事不讲，等待何时？讲了讲，心里还有点慌。既说是此，殿下，你要问陆家公子现在哪里？是，请你殿下要说问了啊！说明去想得了我丢弃啊！嘿，小王洗耳恭，嘿。实不相瞒，陆家公子他永在天边，这尽在尽在一心。说的后马怪说起来了，他居然是后人，他非是旁人，虽是殿下。你不信无以本性落，你不是亲爹娘，不知父母血，18年，你是懂在梦中梦许。啥么子啊？罗家的儿子是我吗？不可能！如果我姓罗，为啥这样姓儿子哪样不得我讲？如果我姓罗，为啥进了的我认你个儿子呢？如果我姓罗，为啥平常对我百依百顺？明白了，这个人一定是个奸细。我松阴大马诸王到此，假使是为民刺透军人，立即奉旨之罪。想到个老乡潘迷毛是眼睛的，都大队王中一配合以稍遥不中为当了得，快上！哎呀，哎呀，不能动手！他是个奸细，我要杀了他！哎呀，他不是奸细呀！说个你是奸细，这个一把剑武器是不得了不明噶。来，他拿回去。儿啊，听为丫头你讲嘞。你们须发怒，
举证，你不能把百姓殴杀于公审。18年前的风雨衣，金兵请出来了武爱人，你的生身佛罗将军能，他一人动吧，好去领入归神经。为给地下，从此我自称，我把那么一腔怨恨相负中吞，深入黑白，都到是今因为我早是将领。哎呀儿，是我几次愿意来去看，怕只怕你的年轻马上就在后跟，狗儿口口赔了18成，赔来了肚皮扎样的王大人，他大智大用来是真人心。为官内人去杀的人，杀病后楼立功勋，能不为为路灯将军能的哈儿。看啊，世界你总还明白了分龙莫等去了，这就是个14岁才讲的娘夫为凭哦。你实在是你说时刻不高兴，就是不忘今早上一日有人打把和反攻一击。哎，哪想得到，我已经蒙在鼓中，我三爷娘的水人当做大恩公，而且为举起上香当时高人，我特意惶恐。对回过来看到个张五郎，当初爷娘处死个情景，认为来得了。当石破扑过来，上水把老子个顶日，天地昏昏，霹雳红灰人松血泪。好不容易可以去围攻了，这可以上。请客。
可惜死，切不高兴。伤心，不许我高声哭哦。兄，爹娘心内杂菜事，我外口个个为了强把中。居家是余生当做了大恩公，我知道生死世上都得意，却不惧生死为伢作罢。兄，牺牲时，他冒尽风险去为我，不必这样到非营中，是须得小与从容，真是个给得与世的大恩。用多亏牺牲，只得迷途之非是路通，我要调之强旅几多想得龙看上报警出呀，把这出来人马熬的冲炸。儿啊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去建设的水井，来自地地的房儿。哎呀，儿啊，你一人下去，怪不得总会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个切不龙忙，他若你有什么不成，你叫是娘是肉。哎，不是好龙死不回，也是儿啊，国瑞家恨当一报，我们要与先生送上计。这个是啊，公子，你要日心对龙，生日意中来，早上待事不露声色。终于又有在同一个消息，但等民意三进十问，哪是在月风高，又有在中营之内，你来一个理应会儿，到哪时节，我们不如报了家恨消了。公子啊，公子，我们可以一掌声功了。好，皇叔一句没口目，狄大人见死神功，内儿与之当报国，不杀红楼非英勇。